3、2、1。Hello， 宝子们晚上好，这里是我的闺蜜是模特，我的闺蜜是设计师，我们是爱离不离直直播间。播间。看到我眼前的爆品没有？今天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随机送10位粉丝送到我们的薇诺娜修白瓶，还有我们的薇诺娜防晒乳，大家多多点关注。除了这些呢，今天也是我们的回忆小屋主场。那我们决第一个吧。是这个草帽，大家别看这顶草帽看起来普通，其实戴上，看还是非常有设计感的。它这个顶端呢是有这个绿色的丝带缠绕的蝴蝶结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回忆小物，你再不说回忆，大家都要走光了。别急嘛，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，我快要中暑了。有一个人，他也是怕我晒黑，就突然把这顶帽子戴在了我的头上。哎，大家看是不是跟我非常搭配呀？等等，有一个人，那个人是……宝子们，接下来这一款呢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挂件，它也是非常有故事的哟。这个呢是我15岁的时候去看演唱会送的伴手礼。等等，他不会也是他送的吧？还有这个，白色、黑色，他们黑白配是一对，这个叫平安，这个叫来财。等等，你别说了，我已经不感兴趣了。你看，大家也不感兴趣了。你再不说那个人是谁呀，大家都不想买了。你看，谁说没人想买啊？谢谢乌木大哥。乌木先生，你快清空购物车了呀！行了，大哥，你给我留点回忆吧，别再买了。我不要发财了！等等，记不记得我们有款布料，物理清那款？完了，那个是样布，根本就没有多少库存。快点查一下。问了几家，库存不够，就算有，也要提前3个月预定。我们现在账上的现金连定金都不够付，而且工厂又要预付款。我想想，换面料。不行，真服了，有钱赚不到，你没钱还难受。是一对，这个叫平安，这个叫来财。等等，你别说了，我已经不感兴趣了。你看，大家也不感兴趣了。你再不说那个人是谁呀，大家都不想买了。你看，谁说没人想买啊？哟，看什么呢？这么入迷。别管，作业做完了。榜一大哥你好啊，啥也没学明白就学别人刷礼物。刚刚那几套闺蜜装我也喜欢，你给我买呗。好，买。多买几套，那还挺抢手的，有机会啊，我要高价卖出去。你还挺有生意头脑的啊。也不看谁的女儿。整理好物理清的资料，月老周见一面。老婆，李静，我想跟你借笔钱。准确来说，是跟蝶恋借钱。丽丽，我跟你说过，你不太适合从商。再说了，公司一堆股东，这钱不是我想挪用就挪用的。
而且，我还听说你们最近出了一个大爆款。按道理说，你们应该不差钱啊。算是我借的。作为蝶恋的老板娘，跟公司借钱没什么问题吧？而且最多1个月，连本带利的还上。美丽，其实我有个更好的提议，让蝶恋来收购你们这一季的爆款，作为下一季的主推款，生产费我们来出，利润5-5开。老婆，你是蝶恋的老板娘，又是林岸的合伙人，只要你肯答应这个事情，股东不会再闹，对蝶恋、对林岸都好。再说了，你们拿了钱，能生产更多的爆款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件事我得跟叶霞商量一下。当然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叶小爱，这笔钱真的能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。清醒一点，庄丽丽，这李静什么心思你不知道啊？可是我们现在又没有选择权啊。一定会有的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去找你小叔啊？现在可不行，要是现在开口的话，那我们之前的坚持算什么？相信我，一定会有转机的。喂，哎，什么？真的吗？啊，我们现在就准备合同。周老板说要给我们垫资生产，只要签年度合同。真的假的？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我去开门后就庆祝一下。难道是小叔？完了，这下欠的更多了。周老板跟林岸合作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你确定要站在这儿跟我讲话？你先回答我。周老板突然同意，是不是因为你啊？不是说好了坦诚相待吗？这次你们做的不一样的他非常好。周老板是个商人，他看重的是你们的潜力。所以还是你帮了我们，对不对？我呀，只是给他一个建议，让他重新评估你们的项目。最终打动他的是你们的努力和创意。如果你妈看到的话，别提我妈。每次你一露出这个眼神，我就觉得你只是在完成他对你的托付。小叔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会让我越来越依赖你？我是你小叔，依赖我很正常。不早了，我明天早班机，我送你回去。我自己会走。
林总，叶小姐的创作被一个网红告抄袭，她现在改名叫 Lily。那还不赶紧去解决？明白。这些差评怎么回事啊？不止差评，你看，这个网红时尚教主 Lily 居然发了视频，说我们的林岸抄袭她的联名款。人最痛苦的就是自己心爱的东西被别人偷走。希望我的遭遇可以给姐妹们借鉴，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权益。哎，你看啊，这些花纹明明是我们熬夜改的，它连细节都没有变，就只换了颜色，到底谁抄袭谁呀？这人我怎么好像哪儿见过呢？退货放门口了啊！第7箱今天。3、2、1。Hello， 宝子们晚上好，我是小爱，我是黎黎。今天呢，主要是给大家直播，想要回应一下我们之前的抄袭事件。是的，像现在我上身的这个裙子呢，就是我们林岸的原创设计的裙子。我这一件呢，是我们时尚教主 Lily 说我们抄袭的这一款啊。是的啊，大家显而易见，可以看出我们两个包括颜色、款式上的区别。像黎黎这件衣服呢，它是挂脖的这个设计，可以完美的露出你的这个肩颈线，而且它后面啊这个露背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，不一样啊。我们小爱穿的这一款呢，是我们林岸的原创款啊。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小掐腰非常显瘦，以及呢，我们手臂上也做了一个藏肉的设计，可以遮住我们的拜拜肉。是的，它还可以随意调节，大家可以自取所需啊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全身效果吧，展示一下，应该非常的明显。是，我们直播间是无美颜无力菌的哦。对。都这么明显了，你是不是睁眼说瞎话呢？这公道自在人心，我就说一句，我们林岸绝对没有抄袭，谢谢大家。没用的，大家根本不在乎真相，只想凑热闹。林总，那个网红丽丽背后啊，确实有人操控。李信通过中间人联系他，背后故意抹黑小爱工作室。而且小爱工作室的供应链也被动了手脚，也是李信施压了。林总好手段啊！布料断供，渠道限流，全都是你干的吧？李总这么说，有证据吗？林森，你为了叶小爱，连商业规则都不顾了。规则是跟讲规则的人讲的。那你告诉叶小爱，不要再惹了。我也警告你，如果你再敢惹她，下次断的就不是布料了。你承认是你干的吧？一会儿丽丽会有直播，李总如果有时间，欣赏欣赏。我要向林岸工作室郑重道歉，是我抄袭的不一样的他，因为我嫉妒他们后来者居上，羡慕他们的成绩，一时利欲熏心，中了 D 公司的圈套，做了糊涂事。对不起，我郑重向林岸工作室道歉。作为对自己的惩罚，我会关播半年。也希望大家不要学我。祝林岸发展顺利，款款都爆。恭喜你啊，洗清抄袭的嫌疑。小叔又给您添麻烦了。是谁说一家人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？你能照顾我，我同样可以照顾你。就让往事翻篇吧，
我们也不能总活在过去，对吗？听你的。天太冷了，穿回去吧。周末有空吗？西西说想去郊游。我安排时间。再见，小叔。说什么？晚安，林先生。笨蛋，你直接亲上去啊！我看他能往哪儿躲。庄丽丽，你是不是欠啊？叶小爱，这有什么好害羞的？心动不如行动好吗，姐姐？我跟他就是我进1步，他退3步。那你就进1万步，让他退无可退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不想心烦。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我可能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，但我把我最好的时间都给了你。他既然答应你去郊游，这是最好的证明。叶小爱，你必须给我冲起来！哎，算了。离婚协议上的所有条件我都同意，公司、股权我都给你，我东西已经收拾好了。另外，公司还有一些账务，我已经将公司法部都转移到我的名下。以后经营公司要多上心，别任性了。李静，你又在耍什么花招啊？什么都不要了，你可真大方。这一切对我来说一文不值，自始至终我在乎的只有你。我想让你开心，想让你幸福，但我发现你跟我在一起不开心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我希望我离开以后，你能开心起来。你现在说的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只对你说过一句谎话，就是结婚那天，我对你的承诺，陪着你一辈子，爱护你一辈子。
姐，上个季度的亏损报表。你起来签个字。为什么亏损这么多啊？李总当时在的时候，供应商是会给账期的，但现在李总走了。王总的电话接一下，供应商的电话啊，接，快！哎，王总，什么？我们合同明明不是。姐，送点咖啡。开心，是不是我把事情做得太绝了？这个公司没有他不行啊！原来管理公司这么难。可能这就是李欣想要的结果呢。什么意思？你想啊，他太了解你了，说不定就是想用这种方法逼你求他回去呢。老板，集团周总突然来了，今晚要安排饭局。我不是跟你说了，我有事儿，这周末我不约。爸，你快说说小艾姐，说好出去郊游，又放我鸽子。他怎么了？她说是有什么工作，太没意思了。那我问问他。对不起，临时有很重要的工作，帮我安抚一下琪琪。爸，我们去探小艾姐的班吧，好不好？小艾姐，哎，你们来啦！赶着我爸来探个班，要把超市都搬空了。这么多啊！你小孩，你会不会用相机啊？你自己看。我先去拍照，等我一下啊。怎么了？再来一下啊，找点光。好看。我看看。好奇怪哦，你怎么不上镜啊？是你自己不会用。这个地方调的 ISO 太低了，调高一点。这儿太亮了，你往这边看。哦，是曝光。我爸超帅的，对吧？没见过你这么拼命推销自己老爸的女儿，你就不怕遇到恶毒继母啊？他幸福，你不应该高兴才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！天气越来越热了，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户外活动，都要记得抹防晒哦。我每天都用这款薇诺娜清透防晒乳，高倍防晒力，再也不怕被晒黑啦。乳液的质地跟妆一整天也服帖，没有酒精，没有香精，敏感肌也能安心晒。快来 get 我的同款薇诺娜防晒吧！啊，快，你看看，真不错。那当然。胆子这么小，走路怎么没声音啊？是你太专注了。走呗。下周末要不要去郊游？
好啊，不然七夕该生气了。其实，我觉得今天也挺开心的，跟郊游的效果差不多。小航，知道的太多。哎，这张拍的好啊！是你教的好。李静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我就想来看看你。李总有时间来看我，不如好好回去管理公司。对不起，我实在没心思。丽丽，我最近一直在想，其实我之前……你别说了，现职无可救药。他为了保护我受伤了，我是不是永远都逃不掉了？他之前让你受了这么多伤，你都不记得了？可他当时手臂上全是血。庄离离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，这万一是他使的苦肉计呢？不是的，他真的是为了保护我。人是不会改变的，你不能这么轻易相信他。可他救了我，我觉得我应该要。你应该要什么？你再退回那个火坑吗？庄离离，你真应该改名叫庄不离。我告诉你啊，不许去。如果你小叔为了保护你受伤了，你会丢下他吗？这是一回事吗？我要是再帮你，我就是狗。姐，你在哪里？我们该出发了。你自己换的药。嗯。你报警了吗？报了。你这2天就吃这些？嗯。给你做一点吃的，你记得吃。
没下毒。等你好了，公司你回去管吧。我认输了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七七，哎，对不起嘛，黎黎姐那出了点事儿。你也要丢下我了，对吗？怎么会呢？哭啦？对不起嘛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就只知道对不起，你们都只会对不起。这样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，去看电影怎么样？游乐园？你和爸爸一样，都不管我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了？发烧了，爸爸带你去医院好不好？我想拿药。只要你们在身边就好。小安，我必须留下来照顾他。我真想一巴掌拍死你，庄丽丽！可如果不是他，现在受伤的就是我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下去只会死路一条啊？我要是再过你，我就走！你上一次也这么说的，你能不能换个词啊？我看看，嗯，你拍的啥呀？一点都不好，还得是我来拍。你坐下，挨近一点，你看再近一点。你们怎么回事？小艾姐，你等会儿，他们说不养，一会儿就送来。黎黎呢？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？哦，她有事儿，我拿完布料啊就回去了。这人是不是天天在这儿啊？傻子，听村里人说他以前的老婆很漂亮，啊，也跟你一样是个服装设计师，后来好像出车祸死了。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叫周梅？我觉得是，她经常拉着路人，嘴里叫着梅梅梅梅什么的。爸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，小艾姐不见了。他有跟你说什么吗？她说去安徽进批货，去了就没消息了。什么时候的事情啊3天前了。
总、庄总，晨会已经准备好了。嗯。请吧。他们都说你跟你妈妈长得很像，都很漂亮。哎，他们讲你妈妈之前谈了一个小男友，特别帅，是吗？嗯，但是好像说你妈妈比那个小男友年纪大，离了婚又带着你。虽然很般配，也很相爱，但是还是没能在一起。后来呢？后来我来说吧。后来呀，听说那个小男友又回来了，挨家挨户还清了债务。再后来，他又娶了个媳妇儿，好像又离了。好像就是因为心里还装着你妈妈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深情的男人啊？我们怎么遇不到呢？李总大方，下次需要演的再真点，随时找我。管好你的嘴。是。我还查了一下报警记录，李总好像没有报警，因为根本就没有立案。姐，你没事吧？我觉得恶心。
来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独角戏，我竟然一直都是我妈妈的替代品。狗男人，大骗子！小安，我又翻车了，又被骗了。你再骂我几句，别把我骂醒。自作多情，自以为是，自作自受。你哭什么呀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用，特别不争气？我才不争气呢，都被你传染了。小安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李丽，要不我们一起？你冷静一点。志远，留在安徽，不回去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发生什么，但是你在哪里，我在哪里，我们永远都在一起。宝宝们，这就是古法染布的太阳味啊！今天的直播好多人看呀，我们的衣服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那以后我们就是知名模特和知名设计师的好朋友啦。唉，可惜有人3魂丢2魂，6魄剩1魄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到我们功成名就的那一天啊。Hello， 宝宝们，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新设计的棉麻系列，每一朵花花都是我们纯手工刺绣哦，每一件都独一无二。琪琪，安姐，这些日子以来，我对你的思念如滔滔江水，绵延不绝。哇，都记住了，进步这么大呢。我爸之前拼命给我补课。小孩，你这么饿，你是在家没饭吃啊？我爸哪有心思管我？他天天就知道点外卖，哪有小爱姐最好？你爸呢？去叫他吃饭啊？不用管他，他之前就这样奇奇怪怪的。他爱吃不吃，我们吃。为什么躲着我没有啊。？1个月不接电话，不回消息，这叫没有？放开。告诉我原因。我们不该这样。那该怎么样？
你跟我妈妈是不是爱过？没有啊。你发誓？我说没有，就是没有。你爱的是我妈妈，对吗？你替她还债，替她爱我，对吗？我就是她的替代品，对吗？你怎么不去当编剧呢？你说是还是不是？我说了不是。高三那年我成绩特别好，但因为家里没钱，我只能辍学去服装厂打工。你妈妈知道我的情况，帮助我完成了学业。姐，我毕业了，我想好去哪儿了吗？想好了，我想回来帮你。这小地方装不下你，去大城市吧。不是姐，你供我上学，教我做人。林森，你不欠我的，我帮你，是因为你值得。姐，我在学校里学了好多东西，我学的那些东西都可以回来帮您的。你要是真想帮我，就帮我照顾小爱吧。我对不起她，没能给她一个正常的家。所以我这辈子一定要成功。我要给她最好的教育，我要把世上最好的一切都给她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要帮我好好照顾小爱，别让她走弯路。姐，你答应我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小爱，我对你妈妈只有感激和报恩的情绪。我之前不敢接受你的感情，是我觉得我没照顾好她，对她的死有责任。你没吃晚饭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你不饿吗？饿。琪琪又来了。谁来都不好使。你干嘛？开灯。不要。要。不要。要。
小爱姐，小爱姐，你见到我爸了吗？谁来都不好使。他不是要带我出去玩吗？他人呢？你不饿？你去那里。光好爱，可爱。哇，好看。搬回去住吧，多陪陪琪琪。如果喜欢这里，随时回来，我找人重新给你装修一下。有人想要人陪着直说，不要拿我当挡箭牌。我看你是欠揍了吧？我不怕，现在有人保护我了。那我现在是叫你姐还是叫你妈呀？怎么了？没事啊。你不是要跟他搬出去住？那我搬出去了，你打算一个人怎么办呢？我一个人挺好的呀，我都想好了，这边空气这么好，我就在这儿养老呗。还有这么多小动物，我这个人最喜欢小动物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主意不错，这里有山又有水，你到时候再养只小猫小狗，一家3口其乐融融。这是叶小爱，你别说了，你现在立刻马上出去，我一刻都不想看到你。吃醋了？找琳琳？哎呀，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一个人呢？我到时候就让曼搬过来，我们一起。你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。真的吗？你不会又骗我吧？骗你，我就是狗。你是。李丽，群姐，群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从医院来，你爸爸他走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昨天晚上，他临走之前让我一定找到你，说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须告诉你。我不想听，丽丽，别这样。小爱，接下来我说的事儿，跟你也有关系。当年小爱的妈妈周梅结婚之前，和黎丽的爸爸庄重有过一段感情。怀上小爱之后，庄重却娶了黎丽的妈妈。为了顺利的生下小爱，只好委曲求全的回了老家，嫁给了一个傻子。后来周梅做生意失败，欠了很多钱，只好去找庄重帮忙。庄重，我是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。你就是不肯帮我，你也为小爱想想，她也是你的女儿啊。朱珊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我是在认识你之前就跟他在一起了，我只是怕你难过才没能告诉你这些。你现在过得幸福，我很开心，真的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破坏这一切。恶心！我现在是真的走投无路了。
你能不能原谅我这一次？